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昏下晡2届交保了后，先登去厝里换衫，了后就甲因牵手单飞机去新竹的病院看因老爸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批评讲，检察官敢若互郭文哲两条路，毋是羁押，就是甲党主席的职务辞掉。然后台北地检署是驳回讲，这是郭文哲主动提出的。 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第二遍交保，登去找了，就随过去台大病院新竹分院看因老爸。阿加油！就伫咧病院门口的小草送平安符给加油，郭文哲会走向支持者礼仪无加讲。上车的时阵，看到伊的正脚有挂电子卡镣，就跟2、3天前来看是一样的状况，那也认得出柯主席。 伫羁押庭，郭文哲捌讲，伊家己一个几落件官司爱面对，爱出庭。若是无是党主席，规个党务会无法度运作，就要交予黄国昌斗相共处理。何外界认为是一个指派接班人，淹过民众党否认。主席的意思是说，请黄国昌来处理啊，他没有讲代改选啊，是党内是有一个程序，党有党的整个规矩。 啊，今天不是谁来清点，那我们会把主席的看法，我们把它列为重点。依照民众党的党章，那郭文哲辞职，会随开中央委员会处理，6个月内办主席补选。因若被点名的黄国昌本人是批评台北地检署政治办案，只敢互郭主席两条路，若不是羁押就是辞职。自诩为民主法治国家的检察官。 自甘堕落为鹰犬，在公开的法庭上毫不遮掩的逼迫柯文哲主席辞职。我也要警告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，台湾民众党不会屈服，也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被击垮。北京专案驳铁讲逼郭文哲辞职是不实的报道，错误带动社会舆论。郭文哲是主动提出是党主席。 检察官并无表达任何意见，千万唔通带风向，伤害司法的公信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